是要叫你拉你才有力呢。在你的身上。老师，那现在有看吗？没有。没吃的吗？你的出来。轻而易举，拿去我就给你来2条。耳朵还没拿去的。没有耳朵还是不是？没有不是，我有耳朵在那个，还有2条。都自己拿下来。哎，这个就装在刚才的洞我就拿2那边，个耳朵。用夹子。问一下谁帮你拿去？这边有夹子。没有啊。一样，刚才你装的洞那边。哦。这个是这样，这是这样子的吗？这样子的。哎，对。对。对。你们缝好这个有没有带子？这个耳朵。看到。哦，缝好以后，这边嘛缝好以后，在它的中间这边再给它缝上去。哪里？还要车。还要车。哦。外面。这里啊，车给它固定。好难。就是哪里还有撑？这边上面不是像我这样子，你要在这边，在它的这个耳朵上去。不然你放这边会洞很小。教我。这个是谁的珠子？等一下你们回去扫哦。是我扫的。这边有大力的是，刚才谁在这边？小慧。现在怎么只有1条而已？那边还有啊。我的也扫2个珠子。不是啦，我是折线。你的在这里呀。换一个啦，新的。我那个是我带的，是。我换一个被有轮胎。好，谢谢。你看你踩到一个100个，谁的？最后，哎呀，老师不好意思。没有啊，这边有一个谁的？这我的吗？不是，对，我在找这个。多一个。哦，对，多一个2奇怪，你怎么会发现？它掉下来了，你的。我的啦。没有，这边我给他。有这边。给我一个哈。好，谢谢你给我这个哦。哎呀，二维码哦。那个夹子放在桌上，夹子底下就要。你有没有底线？哦，这个工程。工程浩大呢。开始就没了。比较会卡。老师，你不是弄缝耳朵吗？啊？耳朵。没有位置啊。那个打电话来叫我不要缝太多这样子。你看光是缝这个，你看就还来不及了。要费工。
可以照相。他的耳朵怎么缝啊？重点是他的耳朵刚才那样。哎，刚才有那个那你缝掉啊？你的在那里不是好了，你就直接先缝耳朵，顺便给他们看。重点是这样。那个，听一下哦，这个有没有？我还没有修剪，你们再回家再。修剪，不要平平这个，不用更低，哎，还有一点这是我的。对，有剪一点就好了。有人拿，不用多一点。啊。都去人了。